Hello，我係 Andy。中山呢一年嘅樓市熱度好多聚焦咗喺第四代住宅上面，不過第四代住宅始終有一個痛點，就係佢嘅密度同埋景觀爭啲。今日 Andy 就帶大家睇一個第四代住宅俾唔到你嘅超靚景觀嘅樓盤。呢度望出去，前面就係長江嘅高爾夫，下低就係佢哋嘅別墅，另外呢一邊就係萬科柏魚灣，呢邊過去就係博文學校。周邊係算比較清靜嘅呢一度，可以見到下低都好多人喺度打高爾夫嘅。OK，依家睇翻屋入面，佢呢個露台嘅深度係比較深下嘅，1.6米嘅深度。咁成個露台係有5.6個風。到時日後如果呢邊做風窗，可以擺張梳化喺呢度飲咖啡睇景色，非常之舒服。間屋入面嘅話，佢呢邊係一個豎廳嘅設計，咁客廳同埋餐廳加埋係有20.5個平方，咁成個開間係3.4米嘅。咁嗰個進深嘅話喺門口嗰度嚟到呢一邊露台呢一邊係有6米嘅深度嘅。咁睇下廚房呢一邊，廚房佢嘅操作台面都係比較長啲，咁成個台面加埋係有4米嘅長度。跟住呢邊會有2個風嘅一個生活露台，熱水器，哇！呢邊好扯風，打開之後嘅話，同嗰邊形成係南北對立。咁呢個方向睇出去就係海欣新城嗰邊嘅，佢兩邊嘅景色都非常之靚，風好大。跟住再睇下啲房間，到時佢呢邊係精裝交付。天花同埋風管機、冷氣呢啲節能面板全部都係做好交付。冷氣機佢會做日立30或者大金。呢邊係客位，客位嘅開間就1.3米，一般般啦，唔係好闊嗰啲。跟住呢邊就係第一間客房，呢間客房嘅面積係有8.3個方。佢呢邊嘅露台係可以駁咗去使用。望翻呢邊就係海欣新城奧斯汀湖嗰邊。跟住我哋再睇下呢邊呢一間客房，呢間客房佢嘅長度就比較長啲，有3.5米嘅長度，呢個長度佢擺到1.5米嘅床，2個床頭櫃，呢邊仲可以做到衣櫃，呢個長度係算係好闊落嘅。咁呢一隻嘅面積係有9個方。跟住呢邊就主人房，主人房佢個面積係非常之闊落，睇起身非常之舒服。咁成個主人房嘅面積係有18.2個方，長度嘅話係呢度到呢度有5.7米。咁5.7米嘅話，呢邊可以擺一排衣櫃，1.8米嘅床，2個床頭櫃，你嗰邊仲可以擺到一張梳化喺度瞓。咁成個主人房嘅開間係有3.2米嘅。一般我哋從2米擺到之後嘅話，後面仲有1.2米嘅空間可以走動。跟住睇下主衛呢一邊，呢個闊度就一般般啦，1.4米嘅闊度。主人房呢邊呢個窗睇出去都係一線高爾夫嘅呢個景色，非常之舒服嘅。呢一隻係108平方，總價依家140萬就可以買到睇呢種景嘅。如果3房唔夠住，我哋依家就去睇下120方嘅4房單位。咁佢呢邊呢一隻其實同啱先108方嗰隻係一模一樣嘅設計，就係多咗一間房，同埋各個空間都會大啲。客廳、餐廳呢一度嘅面積係同嗰邊一模一樣嘅，都係20.5個方，開間都係3.4米，進深都係6米。咁睇翻呢邊露台呢一邊，露台都係望出去，景色係基本上一模一樣。再睇翻高爾夫呢一邊嘅啦，廚房嘅台面都係4.1米，呢邊同樣都係會有個生活露台。情況係一模一樣啦，到時交付標準都係咁樣嘅一個櫥櫃、消毒碗櫃同埋呢啲龍頭。過道呢邊就會長少少，呢邊會有個位置可以做一啲儲物櫃喺呢度。咁呢邊就係公廁嘅位置。呢邊左手邊嘅呢間客房係有11.6個方，呢一間就比較大嘅客房。咁右手邊呢一間客房7.8個方。呢2間客房嘅面積係一模一樣，都係7.6個方。
主人房呢一邊就加埋係14.6個風嘅。到時佢除咗客廳、餐廳嗰邊會有風扇機交付之外嘅話，主人房呢邊都會有冷氣機交付。每個房間嘅話都會有分體嘅冷氣機交付嘅。呢邊就係主人房嘅廁所，佢呢邊會有一個浴缸喺呢度。呢一隻120風佢總價接近係160萬左右嘅。